Pearl Tonight 明珠主場推介。有啲嘢查清楚好啲啊，尤其嗰樣嘢同我哋身體有關啊。啲嘢食落肚睇清楚好，講到營養更加要小心探討。我哋每一樣嘢食或者嘢飲嚟自邊度，佢嘅化學物質有幾高，你知唔知道？今晚8點食物大搜查，食得安心。你冇眼花啊？呢套唔係斷背山，但係佢真係 Jake Gyllenhaal 啊！今次特集 Jake 會孖住啤冰島二人行，不過本住求生機會、人人平等嘅原則 ，Jake 係唔會受到優待㗎。今晚9點半明珠台《人在野之雪嶺雙雄》，睇下 Jake 點面對嚴峻嘅求生考驗啦。Jake Gyllenhaal 居然會出現喺《人在野》，呢集一定要睇啊！又到 Pearl Tonight 明珠焦點速遞。電影世界嘅主角梗係唔會咁容易死啦，咪點有戲做啊？但係現實世界咧，電影標殺令奧馬花曼俾人生撞，最後都係走得啦。但現實又係咪咁易呢？咁就要等 Greg 試過先知啦。避彈衣最低限度要着幾厚先得呢？真人示範睇見都驚啊！今晚10點千奇百怪大解救，會唔會係佢最後一集呢？恭喜 Mildred 新店開張大吉，可惜創業再成功，始終贏唔到 Vida 嘅尊重。Monty 更加成為兩母女反面嘅導火線，互鬧互刮。今晚10點半，欲海浮生，情緒大爆發。多得頂心撐 Vida 做反面教材，大家唔好再傷媽咪嘅心啦。Pearl Tonight 明珠週末之選。仲未分到明珠台提升咗畫質之後有咩分別？好彩我準備咗套猛片俾你試機啊！改編自科幻小說嘅《勇闖魔域山》，講述一個司機同身懷異能嘅兄妹逃亡之旅，集特技、歷險、科幻元素於一身，加上明珠台提升畫質，拍得住戲院嘅大銀幕啊！星期6晚9點半，明珠台一齊高清試機啦！睇住成個加州陸沉。目擊基督像倒冧，末日預演高清震撼，極速飛車半空俯瞰，巨細無遺，遊歷人間地獄。星期日晚9點半，2012年壓軸猛片，2012末日預言，最驚險嘅末世彩排，捉緊一線生機。10幾億嘅製作費，超過1年嘅後期製作，2012年重磅壓軸，你點可以錯過啊？